来落到提防迄米农啊，今仔前个人啊吼，唐人讲啊，迄金曲奖的歌王啊，哦，歌声动好听又动缘道，迄马啥咯？哎呦，有声哦。爱一遍一遍演好一家，望到再拍起来，送我风烟，俩从一悲伤，下从一快乐，变无听的故事，演好一家。哎呦，很好听哦！哇，嘿你哦，罗文玉，哇呀，金曲奖最佳客语男歌手啊！没难救，没难救。制作过很多的有名的歌手的这个唱片，那下懂得歌曲都文影匆匆嘛。係呢，一個音樂創作人，應該講係唱作人。我去個寫歌嘅，我去個創歌嘅。我之前一開始是跟寫過嘅歌有，比如講流星花園那時候的主題曲，比如講言承旭唱的《我是真的真的真的很愛你》。一開始我攏寫過都給你歌啦，比如講許茹芸啊，也係講李聖傑切歌也都，劉德華。歡迎羅文義講念客家人有名同僚。羅文義的故鄉美濃太爺，也愛咩都係美濃客家人。1999年，迎接美聲樂團 YIYO 行業嘅演藝嘅路。2007年發行設計專輯，2016年用客語創作專輯《講起時刻》，得到為第27屆金曲獎最佳客語歌手獎，係創作演唱功力都當站嘅歌手喎。特別羅文義轉到家鄉美濃，還帶定貴人到來，我為大家來紹介羅母嘅故事。我要來媽媽，哎哥哥，大門以後，大門以後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田 B B 的上節目有垂頭毛了。哎，有獎有獎，有要黑馬啥？我講下。哎呦，今羅間嘢同開嘛個同。來係你豫章堂，豫章堂，媽媽香嘛個？香種。老闆叫咯係啊，銀川堂。銀川堂。銀川堂啦。銀川堂香種誒，香辣誒，香橙誒，全部是銀川堂。哎呀，我甲啲地方說哪位？在算兩度吧，兩度，兩度。看到呀，這個很大一個塔，亮係嘛個東西啊？哦，呀，沒塔，哇，上個龍渡八景之一，金絲亭。那你細時有來了未？哦，我哋韓式其實就喺對下一亭，因為喺起步嘅之前，於參咪去喺對下對面睇電幕嘅起好未？哦，對。有啲顏料。顏料哦，哦，那全部古董誒，古時候都來會看到金字亭，還可以去看古董的煙樓。煙樓。按你機會，你來參觀好嗎？我叫下來參觀一下。哦。羅文義講，揭上金絲亭，兩度嘅景色都看清清嘅，也特別做得算係佢同家哥細時節避免嘅集體哦。羅文義喺國中畢業過後，離開美濃去到台北讀書，認真當學音樂，還自家學吉他，兼彈兼唱。過後羅文義喺傳堂又彈又唱，本身很發現行上嚟演藝路。另外講到佢學音樂啊。秋天才會講到嘅舞蹈，兩度國手誒。在羅文義本合唱團嘅前生，發現佢有安慰唱歌嘅才情，故所開始佢唱歌嘅一條路。另外呢，兩度國手還係推廣客語教學，由神農教育當貼嘅小學個。故所佢俾羅文義轉家鄉嘅第一站，就係轉到舞蹈來拜訪。嘅羅媽媽同羅太哥啊，就先離開，愛做木卡準備下，等下愛翕嘅東西了。高中參與香嘛㗎？香種，金創種，高中裏面有個貼片呢，中英文，啲嘢英文啊都不出，所以都英文。我睇見啥都希望講本來強勢哈，所以呢都係英文。香種也同學會嘛個同？像像種人的琴後筒，對，琴後筒。哎，那注音呢？注跟相仿。黃應該是拱哈筒。哎，個貼片而且個顏料係用書啊，你個下松煙啊，很原始嘅。我講嘅書。我講最多啊，都桃花心木，每個教育運用啊，相信睇韓世界就一天睇下個桃花心木。哎，對啊，收聽來說啊，廣播。哎，真嘅哦，尤其啊吼，秋天的時節啊，落葉很凍高啊。就睇日本時代嘅對嘅農業學校，所以但是都見面，反正都希望講。
跟一種農業嘅傳統、耕田、讀書一種精神留啊，條學講俾嘅每個學生嘅，所以像今日人都佢重視食農教育。藝堂講要教學生會插秧啦，會做乜嘅事情啊？對啊。使我特別嘅重視。師傅。第一堂就擔任嚟重視。哦，真見哦，當天邊，不過我來了米農同頭擺，誒，你點啊？你啲地方，你有冇按到濃度啊？係，你有冇講量停？量米。安尼我講有一個變化哈，我聽安尼來看圖，看不能談，你都會了解。都來有唔到了解哦。誒，你落去看一下嘛。好，要來看。哇，注音，哎，你看到了吼，很有童趣的一個壁畫。其實一個壁畫哈，都講一個清朝嘅世界都一個有一個兩輩對話故事，學到頭先哈，有一個矮矮長長嘅英國，很多梁山係嘛，只要水入落去之前，因為頭先有一個英國，所以水都唔會退。喺度睇下人都個上路見，亦都想開發個一條一個梁嘅情況好，話一個落水都可以退出去。但係佢奇怪嘅話，就你明白梁山嘅話。哇！天nhiên哪有個刺通布在呢？但係有個安布吼，有一個長度嘅人，放喺度學鳥，談到冇談過嘅啥，也能提講人類梁山係你兩邊嘅啊。啊，你南邊吼有兩粒古葉山，談講嘛係古葉邊嘅。啊，人嗰個安布條時節吼，嗰個大嘴布啊。他嘅兩度同古葉講啊，一條太空調，明日聽係安尼一條因話係，對外根本冇影響。因為係你兩邊嘅啊，啊古嘅嘛係講，哎呀，人哋因話冇得冇得，係係最強嘅係你輕輕空空嘅東西，係用溫良講啊，唔最強嘅係你買嘅東西，用到同佢講係最強嘅係你硬硬嘅東西，啊結果半夜半嘅放喺度餓鳥人談到，係啊所以天nhiên伊個空下伊個後，華山都變得個順利。哦，就安尼啦。係啦，所以我應該喺度用度都係安尼落嚟啦。係啊，先人哦，米農人體白談到有啲故事。真見哦。注意嘛，古張公一班嘅幾隻古嘢咯，聽講嘅安布落太輪椅，古嘢啊嚇到走入老農海，就變作為米農嘅守護神，保護作物大豐收。所以推嘢過後，顯出嚟總條嘅素材，就啲梁山嘅圖案，也就係梁都嘅味嘢。故所呢也搭配就按名按做梁都裝了，一下也就天命年頭嘅壁畫。咪變咗學校地圖，當中一位鄉土教材，教生人呢來認識自己家鄉，了解梁都天命嘅頭來面戲呀。接下來羅文義我去拜訪伊嘅先生，聽講也先生係同羅文義有當特別嘅緣分呢。咁你對羅文義你有印象嗎？真嘅，有印象。你有搞過嘅？係寫時係那個先生哦。真嘅？唔相信啊？佢唔相信啊？講你嘅相片好冇？哦，看一下。見到哦。真嘅係靚兒哦。哦，係哦。哎呀，你先生。是都兩位哦。哦，佢係語音箱嚟啦。這張照片，珍貴哦，你要好好 po 上 FB 或什麼的，一樣都值得珍藏。對，哎呀，哦，先生，你可以煮啲學生我去哪位啊？哦，呀，係你我來一田橋，然後帶先一田橋，我種蒲誒，同番瓜。哦，4年可以鄉下嚟種哦。係哦。真見哦，個你按到咩名？也按到種小肥。咁而家糖咧，大概糖好，係咪？可以。銀川糖。銀川糖。哦，咁按到咩名？按到林家燕。林家燕，咁而家糖可以買幾糖？濟南糖。濟南糖。一下兩個睇講話，我聽聽小朋友去田鄉種菜了，也就係家下教長講到嘅神農教育。本身嘅呢，尋起來體會耕種嘅辛苦，為推廣也好發通。已經正啲2005年嘅時節，逐漸發現學校第二本時代就有師生向下啲教員來種播嘅種菜，研究農業技術嘅傳統。後來遇到神學，小朋友啊是第一好讀書。對神養自家土地完全都唔了解，故所才開始推行神農教育，自家種自家食，一下咪變作為兩度國手動態嘅提升咯。神農教育真係同啲可能全部係4年，自家種菜，自家種米，好自家食。
有时候中啊动作还做得慢一点的是错吗？好。哎呦，哎，真的懂这边哎，你这时间哪有按法度？哎，是不是这家是吃饭店，那唔可以自家来种？哎，还能够学会食材用的肉诶，那个那会甘掐的啦，那会珍惜。对啊，哎，你这时间嘛有啊，种那个豆苗菜，冇种了，哎，旁边要梯全部租下来，分生人来种蒲诶，嘿，懂这边，那你下搞哎你用把来种了。为了推广食农教育，也下好教同四位喜欢人嘅土地都飘下来，也就变做小朋友快乐农场。种到嘅农产品呢，就系学生嘅营养当祖传，食唔睇嘅还做得买本福建嚟嘅人，前年嘅啊还买到台中、台北呢。哎，周宽宽，嗰度本大概间距泰國嗰度種。哎，注意间距要多少？按你咁做的，係做的，按有快些，因為會太，唔會太按差唔多。两个出来种苗，好 ，OK， 按兩百，好，對，唔錯嚇。按你差嘛，你關你錯嘛？錯。好，你兩個搞一個維語哥哥，来，按你錯嘛？按你差嘛，錯。哎，佢叫嘅時間是咪會太咧？可能會3-4年。3-4年，公園邊嘅都做得。公園嘅時間是做對了，是的。係錯。我讓大家在來摘蒲嘅摘飯瓜。哎，根本你機會按難的，根本你種來嘛。聽說還有200多棵，那我們先下去喝涼茶，你剩下的把它整排把它種，好不好？機會按難的啦，好，留好了哈，哎，那我們去喝涼茶，马上到了，走，这个帮我广播一下同学。哎，你做唔做啦？做來啦！哎呀，一兩嘅太高啊，很正經係，哎。除了食農教育以外，兩度國小的推廣行業教學學，你當什麼我？除了有行業教學，做客家菜也到安親班的課程，還有行業 rap 呢。新年到，新年到，大家來表數，年年家真香吧，半年福福不止加水蓮，龍輪太歲養新年，團圓飯子相催，食飽呀，公分正年前，夢愛平安有空客，年初一自拋鑼鼓鬧連連，大家小風氣悠悠，做新衫做新鞋，一拜年，大家開容小面過新年啦，過新年。Uncle，當精彩嘅行業 rap 呢？也是係王主任自家編出來嘅喲。學天也到表演術，就揾太學中雙重了。大家點麼？王文義有一條創作曲，就同也排嘅有動態嘅關係咯。高中不跟大家排，跳擺啊時節啦，大家全部講客家話。鼓手啊，吼，希望你講貴語。鼓手有啲牌子，你看這樣。已經藝一條歌。三校。請說國語。真是我講嘢故事，我一條歌人度請說客語唱講客家。佢頭擺講唱講國語。係啊呀，以前我媽媽講演頭擺係寫時節，對佢講為了推行國語啫嘛，對佢講做唔得講客話，唔係講嘅時節，唔不然留到唔知掛一個牌。哦。所以我喺寫一個故事裡，結果看到一個牌，始作俑者，都是你。蒙水宮啊，先來到啊龍都視角，看一下。看一下地方，土地，土地好不好？住在貴於大量嘅露台。那時我看到細妹嚇，因為看書上啊，看到你唔會查細妹啊，就介紹份蒙水宮啊做假啦。看到一個都在介紹份嘅蒙泰國，所以我都睇下是落錢嘅啦，分散。為了推行國語，啫嘛，唔聽我講做唔得講客話，唔係講嘅時節，唔不然留到唔知掛一個牌。哦。所以我喺寫一個故事裡，結果看到一個牌，始作俑者，都是你。你下無恐龍誒，你下客家種嘅生意全部講國語，你下個唱講客家推行客話啦。推行客話。像頭多我哋學生嘅嘛，曉講客話嘅。係，係真係動厲害。係啊。咁而家講，因為你牌，你下了一首歌曲，唱講。客話，做得充滿 anyway。充呀。你說客語，來講一講你好漂亮，什麼安詳，剛強你什麼你？有空來玩，有閒來聊，知道了嗎？是否為麼？最後大家共下來後，最後大家共下來後。大家來學下
客家话。哦 ，Bravo！ 客家语有两套，两度介绍欢迎你哦。拜访田兩度介紹，接下來羅文義會帶定小組去拜訪羅木嘅火房了。羅木的兩度是喺太鄉，係六太家族其中之一咯。我如果火房真係乜都講，8代為止的嘛。嗰陣時候係要分前堂後堂。哦，前堂後堂。一般的火房冇搶一個，嘿，搶前堂嘅啦。我個有錢的才有法對前堂。係啊，個年地啊多。我要多，差唔多啦。會出眾啦。哦，有事業也個有成就。有，還有 Any 奧迪啊吼，羅玉嘛，香羅嘛，姓羅的是什麼堂號？大家都看得到啊。因為總統。香羅人嘅堂號，讓為按做一種堂咯。堂號小學堂，我哋講本大家知了。漢朝大將羅祖，平定太將軍關彥，平天嘅9公權。過後建設亞大嘅世界，羅祖就中嘅藝術同藏書。朝廷為咗紀念羅祖喜亞山，就同亞大嘅全名按做義宗。過後香羅人就用義宗堂嚟做記錄嘅堂號。來看下兩位。禮學無雙用中書。284。頭拜原來的祖先啊，對宋代有咧很多羅中書，連朱熹都很推崇的一個文學家。然後意思講，那個後代要用敬仰的精神學習他那個認真的精神。還有一篇，後面提小鳳仙，那鳳仙宮呢，嘛係香羅鳳仙，也是明代的文學家。所以羅家要向這兩個名人來學習，厚厚的讀書。所以文學很富裕，文章很傑出，有嘛？哦，是按有的日式。哦，然後人哋豫章堂人哋祖先哦，其實有兩位兩曬，一個人哋紅仙，一個種樹，人哋文學作家，然後我的身體裡面留着這樣的一個血液，就係講坤人哋文學人哋東西寫實詞啦。原來羅文義同太公嘅名誒，還有安尼嘅意義啊！羅木火房將圈100年歷史誒，唔過祠堂現正發生意外，冇繼續起，一直到1977年爭起好勢。咁你要來台住，你有冇去來到呢個台灣呢個地方啊？係，因為當時廣東唔一樣啦，因為地方可能生活冇咁好，艱苦，當然人多呀，都往外發展，發展啦。所以當時13世嘅蒙水宮啊，先來都係龍都西角，龍都西角啦吼。來先看一下，看那地方，土地好不好？到底這個適合可以看冇？做得可以看冇？好地方冇？因為每查都在歸大量嘅露台，過來蒙龜宮同蒙太宮，那些過後看到什麼哈？因為看書上啊，你看到你唔會查什麼呀？就介紹本蒙龜宮啊做假啦，看到一個都在介紹本嘅蒙太宮，所以都睇下是錄影嘅啦，分散下嚟啦，所以後代就延續這樣。哇，哎呀，算是好哥哥哎。你看你拿2半年嘛該？冇啊，佢係誒，你咪係工作做主任秘書嘅。啊佢地位有個證照啦，也係人哋羅教嘅，7年人嘅證照，末代鎮長啦。當時主要嘅米農村嘅傳承過嚟冇，因為我輔佐他接任嘅時候啊，將1億3000萬債務當年都還清咧。完清過後，合併前係存1億人叫份。延時合併的市政府啊，以統籌運用。有實力嘅，像羅嘅人看到冇？羅家嘅人才，真勁眾多。照兩度種子記講，清朝乾隆2年，屠白青帶領羅、宗、朱、陳、蕭也6鄉人對太魯關渡過龍龍海上北，嚟到為兩度開墾，韓國也6鄉就係兩度嘅6太家族。就地方文史工作者嘅研究，所以講到米農香農人啊，就會啲絕對係對兩度來嘅。
我们祖先就在梅县沙子里都来台湾的啦。哦，在梅县的沙仔尾村的地方来到这个海岛，这海岛指的就是台湾。哦，农情处跟美镇嘛，这美农镇嘛。来到台湾之后呢，哇，唐桥哈用户港前以后，开唐府以古城，想到我们以前的祖先，原来广东梅县的大唐府就是沙子面的地方啦。哦，上到古上啦。讲安尼采奶香，万推唔忘奶系客家人。没错。五谷有种，八草有金，唔管安尼采奶香，万推唔忘。哦，嘿嘿嘿，奶系客家人。我可以咧，水果钱庄啊，都有金啦，有金啊，川流万里啊，都有眼啦，有眼啊，就是要饮水思源啊，冲了。问一下阿伯妹，你讲啊吼，人丁兴旺，该你加都要楼加了，有看到这个人丁兴旺的盛况？有啊，你有冇講？將嗰人貼喺度，因為佢係了寒假咩嚇，我嗰人同佢會覺得暖白虎成日咯。哦，你用嘅醫生點解要做佢排啊到嘅嗰位慢慢？因為佢阿哥嘅紙炮從佢門前，佢攞俾人夾啊。對，夾白衣還是用蛇形嚟。按當然咯，係喎啦，你阿位夫妻全部帶香爐嘅，一出來去全部夾香爐嘅。全部啊？冇全部啦，過去嘅朋友50吧。那大部分都是吃香爐誒。六大姓之這個之一啦。真的哦。不是我吼，你做的鎮哦，要不要選個什麼鎮長嘛？該。同埋啲咩嘅事情啊？全部用土料梯房嘛吼。六大姓之一，你又按斗，对，哎，几个亲戚朋友啊，吼，票投一投，我就当选了，你就当选了，对，我们为我们的多人合并个象征着某些，某些，后代没选。哎，看起來有羅文義，萬嚟幾下年，哎，扶唔到啦。羅文義講，羅王人哋當王，印象當中，當年公園拜呀，都係拜7、80座。阿叔還建議1、2、3人去到黃背後嘅竹欄去看啊，就啲嗰時羅王後嘅竹位啊，有幾多啊？還有火鳳嘅規模有幾大嘅？雖然一下竹欄幾件封睇咧，唔過羅王嗰時嘅規模還係本小總同羅文義見陳述。離開嘅羅王義總統，接下來羅文義會帶人去拜訪阿美嘅安家。阿 Q 啊，做球啲屋卡當中等等了。來到是底啊，像種的什麼隱川塘，這個隱呢，為什麼它下面是一個只有一個水呢？水啊哈，像種了都大下的水哦，像池呢都那是果實。哦，像有恐龍。隱川塘嘅都係嗰啲高山流水嘅哈，都像種。高山流水成屍體，大位。五號比王秋家山。哪個？你啊，他媽就是你啊。你是係伯牙的故事。哦，好有學問啊！哪個講？你懂有學問。高山流水係比作地種嘅，沒有惡曲當精彩嘅意思。談講春秋時代，楚國人總之期精通音律，本來出琴音，韓國話當輩欣賞伯牙彈嘅。伯牙研究婀娜高山，也係表現出炮花作動嘅世界，總之期都做得彈得出來。故所就本伯牙看作係地種嘅人。認真也典故，高山流水係向中人詞同接用嘅對聯。阿 Q 講呢，中國嘅來台主係第16世嘅段王公，來台灣歷史啲東對答就看到清清楚楚了。台灣就在礁陽該地方，後來又到那個旗行那個地方，然後開始郡業，開始了周事情一句話就把整個的對脈絡都講清楚，共同清楚。沙來一位看下，全皮條嘅水嘅人哋結用堂，伊人哋結用嘅，都專門人哋曉佢子孫啊，學通曉通，都結用嘅啦，結用。你這裡是吉陽里對，哦，然後是吉安街，哦，然後接下來從那個地方來到是吉陽里的吉安街，然後正紅土浴火滾。
哦，的确，韩式看到台模拟解释讲来呀，啊是清楚诶，让妈妈变成烟头，烟头，朋友们来到了地方。也两边咧安尼动对，发现到以前韩式看到台从来唔伫韩咧嘛个意思讲奇怪，台湾人写诗拢没有标点符号。哎，啊，然后韩咧安尼拢可以解释哦，对嘛个地方来啊，对来迁徙都嘛个，其实今日安尼了解到我感觉对个样哦，今日学到几多啦。我特别介绍你，我哋一个100人嘅門啊，吼！100人嘅門哦！哦，100個人哇！你特別，哎呦，好，氣槍誒！要做大火了哟！真的，我有给这道菜取一个名，就催泪的菜，催泪系回春鱿鱼。哎呦，吃了会回春。我先喂你。哦，马上变弹性的耶！哦，光人，好有弹性哦，你的皮肤。真紧，厚身。还有一个它很厉害的地方，催泪卤味。哎呦，这就是妈妈的豆干。哦，一口接一口。妈妈，哭 ，OK， 真的饺子。我特別介紹你，我哋一個100人嘅門啊，吼！100人嘅門哦！哦，100個人。哇！你特別，哎呦，好，氣槍誒！要做大火了哟！哎，乖，哦，媽媽，啊，我媽有看過嗎？還記唔得了呢？哦，連媽媽用到唔啲嘅地方。哎呀，孫八郎也最作為時節的氣窗哎，我有看過有的門是可以拆下來，然後那個過年過節它可以當那個砧板。啊，切豬肉什麼的，真的，真的，給它上面還有一些刀痕，所以，但是你這種氣窗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。門鎖有沒有？哦，小班一去是鎖，哦，還有洞體，看到呀，洞體邊，看到松波，哇，還有雕花哎，條班總講你有錢哦，一般要雕花才是有錢人才會雕花。條班吼，你阿媽懂有錢啊 ？OK。哦，差不多啦，差不多啦，差不多買啦，我哋存錢哦。哎，羅文義，做唔地啲老祖公頭前凊彩講笑啦。羅文義講啊，細時節接聽到阿妹在外家，尤其係頭擺也特別還有顏料，啲顏料都同表哥表姐傾下講，無像坐啲舞堂聽家到講故事，都係佢千難忘嘅回憶。也到回憶，也係咪係佢千寶貴嘅音樂創作題材？音樂作品裡邊，尤其係咧尤其客家전期一種驚喜時刻裡邊，係寫到嗰度不同嘅題材啦。譬如講係寫本係媽媽去羅子妹，因為係媽媽都會做料理面菜煮咧單蠻好。啊，對特別幾多味濃，佢講佢幸福啦，因為做咧媽寶用嘅，一下可以變出幾多菜。山珍海味比不過媽媽的味道。真的，我有給這道菜取一個名，就催淚的菜，催淚系列。哎呦，一吃到就會想。給我吃，因為它太給我吃。你不要看它外觀，你在台北路邊攤什麼麵攤都吃得到，錯。但這個叫回春魷魚。哎呦，吃了會回春。對，因為我們過年的時候會吃嘛，因為年年有餘嘛。哎，年年有餘嘛，會有餘。那所以在媽媽泡的它的方式呢，特別的有嚼勁。哎呦，然後呢，特別的地方在哪裡？特別地方都來，它的這個蘸醬。它反正有勾芡嘛，然後有味噌、有薑、蒜、醋、糖醬，啊，有勾魂，哇，回春魷魚，我先餵你。哦，馬上變彈性的耶！好有彈性哦，你的皮膚。真緊，厚身，有些地方總從，還有這魷魚，一般的外面賣的比較薄，它的比較有嚼勁，咬去了，它米都真緊。哦，媽媽的手藝真緊。哦，真的嗎？謝謝。酸酸甜甜吃下去，整個開胃起來了。還有一個它很厲害的地方，哇，叫做我剛剛已經講到它的關鍵字叫做催淚滷味。哎呦，這就是媽媽的豆乾。裡面呢，我比伊咧兩個人羅子妹催淚豆乾，因為講因為食了會春不子，因為我做餅的時間我慢慢帶一下就催了唔愛食啦，食到是因為做餅佢辛苦咩，哦，食到春不子，哦，所以講也食材食到還能夠俾你想家咧。一般的豆乾呢，其實都是用可能大鍋去滷的嘛，但是媽媽的不是哦，媽媽用嘛，把這個調味料都調好，那個湯汁把豆乾放下去炒到收汁，所以它不是用泡的。
感觉它的颜色是很入味的。对，有的只是表皮，它是整个都已经进到里面了。对，一锅就要2个小时。哦，一口接一口。妈妈，OK， 跟着给我吃，好好吃。现在外面真的买不到，对，这妈妈特别做的螺子妹豆干，我希望有一天呢能够让大家吃得到。大家的阿 Q 屋卡，是得罗妈妈准备嘅一座澎湃，見識見講，真見當歡喜。自細羅文義同媽媽感情就當好，就算一下音樂工作當無閒，不過羅文義閒係1、2禮拜就會轉去看阿妹，係你親友好嘅乖聲人嚟咯。唐媽媽睇到人講，有辦有參加吼，5等獎。我媽媽真的是我哇，看不出來頭號粉絲。聽說媽媽有準備一個，哇塞，這是非常珍貴的一個文件，就我參加5等獎每一集所唱的歌的歌單。條班你全部唱 Hologo 哦，對啊，從台語啊，厲害，他比如一卡皮箱，他是平手，最後會複查針，平手平數，哇，那會還。你看我第一首唱的歌，春天那裡像你過，不如我現在來唱一下副歌好了。是緣分將咱聽線。害我變較這孤單，是命運拼咱無依無我，忍受又寂寞的大碗。最後一句春天那講，你要唱成客語嗎？客語，嘿。春天咱永袂安老。好歌喉，媽媽會唱歌嗎？你會唱我的歌嗎？我唱羅文義的歌。我有多久沒有對你說我愛你？哎呦，哦，媽媽有跟我寫給的，這給我寫給他的歌。哦，真的。對 ，OK 啊，可以啊。媽媽唱他，你一起合唱。好，我有多久沒有對你說我愛你，你卻愛我更深你自己。你的白髮和眼角多了幾條魚，讓你孤單單怎麼可惜？最後一定要說一句。媽媽，我愛你。親一下，親一下。媽媽，我愛你。哦，感動。Uncle， 真見太好聽嘞！順風嘅阿 Q 啊，被看人傲視思為勇，留卡拉 OK 轉到千泰省，我嚟表演一條自家輕強嘅歌曲《娛樂大家》，看起來羅文義嘅音樂才氣，咪係對阿妹嘅來嘅。是到爆逼逼，有體力咧！羅文義帶定小組來到佢40節前後嘅錄影，想我嚟搞到變過來。哇！抓住夏天的尾巴，童年的回憶。等下，你看拖過來地方，我去哪一位啊？伊邊個係韓生哦，伊中學嘅時節，呢個也偏咩？啊，其實係爸爸媽媽唔係幫咱來，對啊，其實呢有件問題咩？啊，米拜鬼呢，都會不小心讓內褲有冇有裹到一些安尼泥巴，或是青苔，我就哦，你去洗時呢有邊度？你洗時都了要搞？係啊，古種基本拖來了要搞？係啊，回憶我的韓生。哎呦，你按捏填按捏，泡水下，過去嗰邊看到洞有讓你帶你，過去下。好嘞。哎，你知道？歡迎，你知道？哦，難問一下，你太準啊！吼，叫嘛個歷史？水喺老龍溪下嚟水啊，係啊，就我哋咧做個棉花電廠，分支配下嘅地方係。好，啊，我哋咧最胎最母，就是我哋母親之河就有這個支撐，所以我哋棉農作都大豐收，每年都大豐收，啊咪吼，啊頭擺年佢上咪吼，前年嘅知識他們吼，因為咧真係出頭，嗱你過後咪，有啲東西，今年啲東西就唔買安尼，買本來就本生意嘅數，啊傳啲時間，啊咪係傳承，係啊係弄擺細妹嘅老人家，多咗啲西上鋪，我弄個水大面槍，不過你阿看下水，弄擺大面槍，因為有爸爸控制吼就乾淨嘅，啊其實咧唔好看人流哦，唔好看人流哦，地板冇污染，對呀，泥漿天啊，所以你嚟搞啊個就天然的泥漿太棒。我們到國外去啊，那個泥漿是對臉是最好的。理事長來幫你。正經咧，唔好吧？大家看一下，啲泥漿哎。對呀，真的呀，嗰有抹雜質，真的大的天然。天然的，
主持人就是要率先弄别人。啊，我是暗涌，暗涌。对呀，你看天然的。哎，你用一点呐。那个石油嘛。哦，挖人呢。哎，哎呦，看，我们一起都来好了。来吸吸，来吸吸，好了，来吸吸，来吸吸。哎，你看皮肤懂吼？天然的，你看。哦，真赢，好，哎，真啊，挖人哦。哎，你节目来体验一下，俩飘飘好油嘛，噶好搞哎。阴田用嘅太准，也下煞变做水上乐园，真嘅冇想到吼。理事长讲，加条吹通沙溪发展，同太准这里都刚好，变作为飘飘河水上乐园。不过呢，还是要先同加条主稳，才做得下去搞哦。为了安全，安全帽、救生衫绝对总唔得缺少。人工嘅飘飘河，就系和老主公拿定太主公来跑，很神奇吼。哇，帅！哎呦，厉害哦！哦，我了。哇耶！铁男一号相送。玩起来呢，其实还蛮有刺激感的。然后最后这一根很棒，这一根你可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，然后它会，你就跟着它的方向找平衡感。对，哦，这个你整肌又高。那有声音的哦，小 baby 妈做得到。妹妹，哎呦，妹妹，叔叔来救你了，来救你了。他好乖哟。哎呀，你看看，哎呀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，很多马干苗。哦，一些很有功吗？好不好玩？好玩，好玩。哦，第4道，听说有厉害的。长椅过还有一张后高一种先嘛，看。哎，脚踏叉呢？哦，太夸张了吧！水上脚踏车，脚踏叉，哎呦，冲！有架哦，不可以。我竟然在水里面骑脚踏车。第4道。听说有厉害的，长椅过还有一张后高一种先嘛，看。哈，乜嘅呀？哎，冇睇唔錯啦嗬，水多用嘅騎腳踏車咯，呀腳踏車要乜嘅貼片嘅素材，啊咪哎呀，幾正經，用人騎來嘅呢？哎，腳踏車呢？哦，太誇張了啦！小騎做的騎腳踏車。做兩位太做兩位，嗶，零件，有殺酒醉嘛？有殺酒醉嘛？那正義做得落去哦，哎，示範好嘛？啊哦，呀，就係同腳踏車騎到水度去呐，你哋行愛追人，哎呀，咁唔可以捽下去嘿？哎呦，哦，水上腳踏車。腳踏車，哎呦，衝！有架哦，不可以。1、2，我竟然在水里面骑腳踏車。乃基小總啊，接講嘅，也真見係 magic。理事長講，佢哋用研究發生嘅事件。有人先鋒想到，試看啊，真冇想到，是真件做得起呢。哎，真件冇想到啊，这一辈子第一次在这个大郡里面骑脚踏车。哇，比水上摩托车厉害100倍。哎，冇想到在水里面啊吼，在平衡感行啊吼。哎，还做得翻譯咧。那個翻面啊人哦，其實一樣最重嘅忙你媽嘛，嘛個，我先波飛台腳踏車。哎，真嘅。哎，拿手一媽做得起呢？哦，這應該做得起吧？來拿手看看。哇，水陸兩棲啦，要跟真實腳踏車。哇！來，我來。坐着。哇，聲音。好了。好。我們間諜了。拜拜。再騎下來。
小钟同羅文義搞到有念頭誒，一邊又一邊停唔下來。唔過呢，也水上腳踏車有一個缺點，其實做唔得挖轉頭去，是做得順等水騎下去，單長嘅啦。因為我很細都要條河巴了咩，我哋其實都冇乜嘅裝備，應該皮咩，從很嗰樣嘅地方嚟漂下來，冇咩到要不竟然佢用腳踏車嚟騎下來，所以講也係呢一種佢全新嘅體驗啦。唔過其實因為也河巴整治得很好，像講我哋有安全嘅設備，其實你騎嘛佢安全。哇，有限他個落片尾標，好。再個禮拜提醒大家，嘅天初愛先同獅山社區發展協會主管，也都提供嘅安全設備同相關救護人員過後，將做得下去搞哦。大埔日頭寒芒落山，小鐘日日帶啲羅文義轉到月光山腳下。我要收集一件當貼片嘅老火鳳，也件火鳳喎，保證羅文義看到絕對會說唔停。哦，四位以後，哇，兩位真經懂獎啊！你有看過按獎的老的火鳳？冇看到，因為它前面可能安排一點空曠。兩火鳳，然後平常是你看那火鳳啊，冇有向那地方都哪裡啊？第一個。銀川堂，從來我去我媽媽地方啊，銀川堂相中啊，相中，你看再看那個對聯，高山流水行屍體，我哋咩？五號飛鳳九家上，相中嘅特別用嘅對聯啊，銀川堂是老伯爺嘅故事腔咯，古時你是相中嘅人，好冇？你啊，當特別地方啊吼，平常是火鳳還是any其他類帶，好冇？其他民宿。火鳳變民宿啊！真的哦，還有最初咯，楊媽媽頭擺啊，喺中廣啊，東有名嘅廣播人、主持人，古時候佢離背度啊吼，然後銀行嘅關係啊，東沖人這個有一片片哦，差不多有5000種，馬上就響5000種，5000種，黑膠唱片，哦，看到特別，落裡邊都看一下冇，參觀一下，按特別的地方，哇，來，火鳳變民宿，真件當特別好。也間火鳳屋已經有80年嘅歷史咧。羅文義呀，你唔是按條件，啲糖橋盤以前，先來看下老火鳳形容嘅太變神咧。哎呀，地方真有肉頭擺味道，不過有你的巧思在裡面。首先你看到沒有？就竹子做的這個竹料，它除了有那個支撐的作用之外，哦，也會控一些農具，有聲音的，還有竹做的水聲音的，哦，控一些木板，就是某種樓的概念。它冇聲音的，就放農具啊。等於說是肉頭擺最早的夾層屋。哎呀，而家屋上的紅瓦變咩？哎呀，係東邊邊咯，看到冇？懷舊。我還有啊，不看下東西，證明人家係肉冇看到冇咧？係啊，很奶呢，全部奶磚呢，故意嘅流出來呢，故意啊！哦，裡邊還有火味，你看到冇？就擺規模錢呢，古做料冇真嘅肉頭擺，哇，還有咧懂得古董家具，你看到咧？要是家具是頭擺出日據時代，阿媽吼跟日本人買啊。古說我來到一地方啊，最好你係，我想望你啊，聽你啊，好累，好想躺一下，舒服對不對？太舒服了。也間火鳳屋係頭家師備加工，第17世紀下起嘅，順頭下起嘅原料。自細啲火鳳台嘅師備，對佢有一份當鳥嘅感情。2000年，中原呢冇睇過後，師備嘅阿公得到為小活鎮，老火鳳咪漸漸變起來。2004年嘅一個風采夜，同原料吹旺踢，對老火鳳當有感情嘅師備，結天開始愛嚟爭。係老爺改做民宿，從一間間房呢，就係原料變出來嘅大套房。像那個老木，原料呢？不過別的地方是你講的，那係原料。對啊，原料可以變。看你旁邊，那個不是偷窺的。小鐘在洗澡，看隔壁有沒有睡神，那樣沒啦。就是以前呢，要看那個看側口，然後看它裡面的溫度，溫度會不會過高，或者過低，或者怎麼控溫的，這樣可以自己來看一下。你4S也是代購原料，錯冇？不過像那按講的原料改建替代看到錯冇？從來沒看過，因為我哋還是黑的時，還是原料有功成身退之後，其實我們就稍微簡單擺設一些床啊，一些家具，其實就可以睡夢了。哎，古說啊，叫做哪是客家莊裡面的巴厘島。錯，現在重點來了，你喺銀行裡，利威亞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，你做的了地方啊，聽黑膠唱片。
也有係亞嘅面上啷個一個特色了，所以係啲亞嘅人客，都做得啲亞特別嚟感受曲盤嘅魅力。在敲打我窗，是誰在撩動琴弦？也5千種曲盤啊，係思維嘅媽媽頭擺做廣播主持人收藏嘅。從媽媽退休過後，也到曲盤出邊啲顏料度，所謂10年過後，將本思維變出來。這年過後，一下就變作為當校音樂人嘅天堂。哇！哦，太誇張了啦！這5000多張，哇！要甜筒，要真銀甜筒。最棒的這個擺設就是所有的黑膠，還有 CD， 要全部東西全部給自己設計嘅，給頭擺賣天下雜誌的攝影技術。哇！係歸從出彩啦。應該嘅，sense 很好，古早佢懂多東西啊，吼，都是從觀音啦，對，觀音帶進來，很有一個融合、一個 fusion 的感覺。哦，根本我們一人來選一首歌，可以啊。對小鐘同羅文義也兩個啊，當校音樂嘅人來講，也特別正經係太寶庫，是為用自家學嘅，還有嘅片面同講師配演嚟嘅檢房，改作為試堂室。有人貼片對記錄視察到面路，就為到愛彈音樂，還個有觀望嘅人下按眼對發過來，係得1禮拜呢。啲快橋嘅老演了，聽定當校嘅音樂，也3人就唱講師嘅種子期同白牙，用音樂結朋友，唔是任何方言，心意就做得相同。哇！伊個地方係啲係咧日本係咧顏料，唔過行業類時就其實伊跟日本嘅所有嘅東西其實都改變嘅。以前有冇面就講顏料可以做一個視聽室這樣。你看黑膠地板也錄個聲音啊，其實係一個傳統嘅方式，佢錄出來，有對按懷舊地板當係感覺動像書。對於音樂人來講，那種佢深度裏面一種佢渴望嘅事情，很多嘅聲音，然後敲擊一下，哇，那個共鳴是很大的。你頭擺吼，喺這個燻煙草的這個煙樓，超猛！你下某空龍誒，頭擺是一層一層，都是聞到那個燻煙的味道。現在是音樂的氣質，音符的感覺，哇，這個感受，對，經由你的這樣子把我們帶到那個，我們兩個又是音樂人，音樂人，特別能夠感受到那個氛圍，對，在這耳朵聽着音樂。深呼吸，好，隱約還聞得到那種煙草的香氣。對，是隔壁有人在抽煙。胡說會抽煙。真嘅，胡說了真嘅，然後當地邊有暗用嘅地方啊，本來客家電視台嘅朋友啲都暗用嘅地方啊，真嘅，做得來看一下，露頭髮，你冇看過顏料。對，長得是什麼樣子？然後烤煙草的地方是長得什麼樣子？然後現在改建成為一個民宿，可以對外片，然後可以下來可以躺下的 CD 了，唱盤。而且這些唱盤有的是你有錢還買不到的，這種聲音、這種音質，只有黑膠，不是你現在 CD 那些可以聽得出來的。也條曲盤同放鬆嘅假拉貨，都係思維嘅媽媽留下來嘅古董。對2015年開始，思維用閒嘅時間，禮拜2日對淡水轉面路。請老師傅一啲一啲同家私爭起來，總算有位一下嘅成績。幅度表嘅，咪都係頭擺用嗰位老家私，叫一本係啲嘅人客，感受也到傳統又結合嘅。對中國人傳統，看到位老貨房整理出來有無限可能嘅新生命。